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下晝3:30了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了，我係劉慧珍哈。今邊啊又來到兩個8日咯，好空氣來報道嘅兩個單元，同所有鄉親朋友共下來關心到空氣嘅話題。還記得冇？到兩個前2禮拜有講到兩個空氣檢查吼，兩地方都有4項嘅兩個癌症嘅體檢哦，係政府有補助嘅哦。今邊啊，共下來關心嘅就係兩4項之一嘅內癌哦，就啦相關嘅資料哦，總共有統計資料咯，就是嚟提供台灣5省哦17個人啊，只不過有1個人觸到內癌，比例算起來咪當高，愛確實好來做好預防哦。今邊呢，當歡喜哦，為大家咯，有請到嘅係內癌防治基金會哦嘅護理師同志工來到人哋現場咯嗬，先來收嘅就係人嘅防治基金會嘅諮詢護理師美娟好，係主持人好，歡迎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內癌嘅防治基金會嘅諮詢護理師廖美娟，今邊當歡喜來到一帶哈，老大家分享哈。你拿防治的知識一啲哦，真係咧，可以嘅內癌嘅防治啦，嗬，韓國你有一個相關嘅護理，韓國治療哦，各方面其實有道層面我來注意到，嗬，基本就愛麻煩美娟來老大家嚟講到啦，嗬，嗰三下來來手機是操作順暢啊，嗬，可以用手面嘅嗬，陳思瑩、陳太靜，嗬，謝謝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思瑩。本身就係也係你嘅基金會地方度嘅志工哈，人家聽咪請來分享下做志工啊，睇睇做呢啲嘅事情。韓國人自家本身也係朋友嗬，要留大家講下嗬，咁樣嘅去做預防啊，嗬，韓國治療嘅時節有呢啲嘅想講較艱苦嘅素材，我來留大家嗬，咁講下要注意嘛，咁像一下嗬，你頭先有提到嘅嗬，內癌上起來就係到台灣來講17歲嘅。父母朋友都有13年會觸到咧哦，真係一個比例當高呢。目前來講啊，都台灣哦，你嘅內癌嘅部分啊，嗬，所以來佢嘅發生率比例來講啦，嗬，有結果。韓國第二嘅就係你嘅想講佢嘅死亡率，韓國治療好完全來講，佢嘅大概想講差別，想來係樣嘅情形，做啲先來留鄉親朋友講下。一下嗬，像台灣的話嗬，有17歲，17位婦人家就有1歲嗬，不得到安尼內癌嗬，過來差唔多當年就有2000到3000曬新的病例，嗬，就1年來講就有2000到3000曬新嘅一個病例出來嘅，加個死亡率嘅話嗬，一下差唔多62.8%安尼，死亡率來講係62.8%，咁就係希望講啊，嗬，做好一個防治，嗬，將一個死亡率降到輕大，因為早期發現，早期來做治療啊，樣呢好完全嘅機會，嗬，所以就較大條嘅，嗬，學講到嘢，嗬，我想做我來請陳太志來留鄉親朋友講下，因為當到嘅朋友啊，嗬，其實可能對一個內癌一隻名詞來講，嗬，都提講係一種病啦，嗬，一種嘅一個人工癌症啦，嗬，唔過呢，可能平時大家就唔會去注意佢咩，唔啲講佢嘅症頭嘛，計算係樣嘅。有啲人可能佢都見咗盲識做過一個內癌嘅一個相關嘅檢查，嗬，做對老大家講下，嗬，嘅下嗬係樣嘅發現講自家嘅做嘅有一個相關嘅症頭，係抗體檢查，嗬，做一個健康嘅檢查出來嘅，亦係講而自家特徵嘅要做天氣嘅自家來做檢查嘅，下檢查出來樣嘅發現嘅咯。我的症狀比較特殊，然後嘅大部分的一般人冇嘛共用。係，佢6年前嘅下發現咧，6年前我嘅面部嘅旁邊會紅腫，會紅腫，安樣係。韓國佢會有紅腫以外，有啲人會紅腫，會害安樣，會癢嚇。我就從嘅
皮肤过敏是怎样的？错啊，有一种像安尼啦。一道朋友佢都會有也皮膚過敏嘅情形啊，就按樣風風腫腫啊，吼，你講起風了未也得吼，幾下，你幾下係樣嚟處理咧？我就去甲伊個買個手鹽藥來食。哦，一開始頭下都知道可能係皮膚過敏，就買手鹽藥來食，唔過一買手鹽藥食咧，效果就唔見去。我食了半年。食半年嘅時間啊，安久嘅啊，冇乜效果，我心講就即刻想就講，我應該要去個太醫院檢查清楚嘅哦，我就去太醫院檢查，結果個先生就同我講，廿幾年前哦，有生一個壞東西，生壞東西嘅。夾夾我做唔到頭下去嘅哦，吼，我夾夾手術開刀，佢就按樣啦，同我講，吼，我就心裏想開刀，好啊，我開刀做嚟開刀啊，就按嚟想，然後就嘅做嘅化療、天療，我就按嚟。哦，就係按樣所以，給他發現嘅時間啦，相當於已經頭半年嘅時間，給他提幾期嘅，因為因為呢，我大部分都其他期嘅一個高長途目標樣。佢化驗的這個開刀手術開刀以後，佢化驗的結果是內癌3期位。哦，3期尾咧，我估數給他就。開始吼，因都醫生講吼，愛做治療上塊東西都愛夾夾嘅啦吼，來做治療，因為3期啊，所以來個殺下來就當嚴重咧吼，就嗰時候幾下醫生就來讓你做一個治療，幾下人去看啊吼，去醫院啊，有啲人可能上班下記得愛看啊，吼看一個科片啊，可能有啲人會請婦產科啦吼，也可能有啲朋友唔知講愛看乜嘢科，幾下人喺一開始就啲講愛去看乜嘢科係嘛？我去看個乳房外科。我跟想講，哦，我個第3期位，即刻就想講，哎喲，開始了，剛開始嘅時候，我唔是按你個亂買個小鹽藥嚟食吼，頭半年，冇聽錯哦，根本也唔會按嚴重，吼。也不會是乳癌3期位，也冇聽說我今年我也唔是切的嘞。哦，也真是，按到嚟問護理師咧嗬，就像一下人陳太自己按樣講啊，佢講到嘅啲嘢來講，佢切假本身嘅下食了搽半年嘅藥嘅嗬，嘅下一般來講，像按樣係可能做喺皮膚會癢啊，講過敏按樣嗬，搽藥嘅來講，搽1個月時間就做得地方有效果冇效果，唔是搽到半年咧。唔是一般假使喺皮膚片掉嘅話，吼，差唔多3日到1禮拜。3日到1禮拜就做得看得出效果嘅。超過1整日啦，吼，嘅傷口也掉冇好嘅話，吼，就愛去夾，吼，再個去請醫生，吼，皮膚科醫生咪可以，吼，一般外科醫生也掉咪可以。係，古時都唔好講搽藥嘅搽半年按叫嘅時間，吼，陳太子根本起出來老太家嚟講，因為人都一個能顧嘅可能有一個針頭嘅時間，可能乜嘅用針頭都會有啦，吼。唔過我想一下就愛長面卷啦，老太家講下，一個能顧吼，所以落佢嘅叫錯輕用嘅，韓國一般能癌嚟講，吼，佢係本能癌嚟講係呢隻素菜。能顧啊，就像人細末嘅聽嘅生命真相啦，吼，因為關係到細末嘅吼，愛講嘅心理，吼，個其實掉能顧嘅話，吼，佢主要有2個部分，一隻就係吼，安尼結締組織，吼，結締組織嘅話，佢係支撐乳房嘅形狀掉，底部有血管啦、神經啦，吼，脂肪掉，最重要另外一隻部分就係掉吼，細軟管安尼。細軟管嘅部分，佢就像一隻未用嘅安尼，吼，所以反而就按照乳小葉，吼，因為葉片嘅話喺度嘅吃醋嘅黏質嘅地方，吼，佢將分泌到
粘头鸦片，吼，新年也得多个抓家下就抓呀粘头，吼，假使呀我变多癌症也得会提防的话，哈，大部分就系呀粘腺管呀地包，粘腺管呀，系加个地包的表皮细胞啊，哈，繁殖的特价嘅，吼，有时吼，佢会变到硬就会因为讲佢老粘腺管阻塞咧。磨痛，粘腺管佢切到咧，哈，古时佢就會變到硬硬。係，嚇，個人吃到嘅話，嚇，會有點嘅痛，會有點嘅痛。係，暝起來硬硬，有時唔會甜，佢唔會痛，唔會痛。好。所以硬硬佢完全就免，上班下佢都會佢會甜痛，佢也就唔會甜痛。也唔會甜痛嘅，係。對，個吼，一皮膚因為佢係發炎嘅症狀，個人也嘅表面看起來，吼，恁個表面看起來，可能就會有紅腫，吼，像陳太子樣嘅，佢會有像濕疹安尼，濕疹安尼嘅感覺，吼，有時看起來像乾嘅皮，揪揪。哦，像乾嘅皮安樣嘅，一個揪揪嘅感覺，也直接就真係去乾嘅，就冇正常，係唔正常嘅。甚至啊，佢假使喺多免期嘅家下，吼，我有一點嘅啊，吼，分泌物也掉，係有時係濃，嚇，有時係血水安尼。哦，喺免期就頭先提到嘅嗬，陳太子講係3期免咧嘛，嗬，有啲朋友可能就係T4期，也係講T5期嘅時節，時節就會有頭先講到嘅，會有血水啦，也係講有講光膿嘅情形，嗬，亦都全部會有嗬，也都係講到死亡人來講啦，嗬，17歲都有13年了，嗬，一個死亡率，就希望講做啲老嘅講到清大股數呢，要因來推廣愛來做好呀預防哦，韓國愛做下天氣嘅檢查，唔過也就死亡人哋嗬。因所啲啊，嗬，唔係搶婦人家會觸到安樣嘅病咩？嗬，一個男性朋友來講，記得咩妹咩？像記得嘅一個教錯各方面咩傾向係冇？佢啊，都會發嗬，因為細妹係有一隻雌激素，叫我刺激都會嗬粘腺管嘅發育，嗬，因為愛微嫩咩，嗬，細來人唔是，嗰個佢雌激素較少。較大啲嘅，係較大，個佢較唔可以刺激佢粘腺管，嗬，可是佢係咩話，嗬，發生安尼粘癌嘅情形，係因為供氧啦，嗬，就係荷爾蒙冇平衡，冇頻繁嘅時間來講咧，就沒有可能會觸到一個男人嘅話，大部分就差唔多60歲到65歲。嗰時候記得係60到65歲一段時間，對嘅機會來講會較高啲嘅，那就切減咩我來注意啊。係，差唔多就2%啦。係，佢啊就會發可能就會立到講即個變到皮嘅，變態橋嘅，人家可能嗬男性女乳症就皮，然後恁個會有點嘅態，嗰佢啊就較唔會啊嗬注意到講其實也係癌症嘅變化。安樣型嗬，古早因一下就講到嘅嗬，陳太子又講到自家本身咧，呢嘢韓國咧美娟又講到哦，本來啊啲嘅年齡癌嘅佢嘅情形係樣係上到嚟啊嗬，喺韓國咧講呢癌症見係早期發現哦，早期佢做到了治療，一個人講治療講好完全嘅機會，就所以要俾佢過到嘅，本來啊佢嘅分期係樣嘅分期啊，韓國人哋啊治療啦各方面嚇，還有呢度要注意嘅，人家夏天陣個技術來流向前係要講到咯，成多兩位一起看下聊下來。